今次趣味假期帶大家踏上全球唯一嘅熊貓主題豪華旅遊列車成都號，展開一場8000公里縱橫南北疆18日嘅極致秋日之旅。第一日，香港國泰航空直飛成都，輕鬆開啟旅程。入住成都浪泊海悅臻選酒店，高空雲端套房盡覽蓉城夜景。第二日、第三日登上熊貓主題列車，穿越茫茫戈壁同雪山連綿嘅西北走廊。列車上面麻將對決與精彩表演，讓漫長旅途笑聲不斷。全程喺觀景餐廳用餐，流動風景佐餐，令人食指大動。第四日，探訪古代灌溉奇蹟坎兒井，感受先民智慧；親臨《西遊記》火焰山，體驗火州自然魅力。第五日到達喀什，連住2晚南疆環球港國際酒店，絲路風情與現代奢華完美交融。第六日，帕米爾公園嘅白沙湖，銀沙碧水宛如異星秘境；喀拉庫勒湖嘅雪山鏡像係攝影師夢寐以求嘅畫面。第七日，漫步喀什古城千年街巷，撲面而嚟都係濃郁西域風情。第八天，天山神秘大峽谷嘅紅岩奇觀，彷彿穿越時空隧道。第九日，初秋嘅賽里木湖藍寶石湖面環繞住金黃草甸，入住賽湖水雲山度假酒店，枕住星空與波聲入眠。第十日，喺賽湖晨光中醒嚟，享受寧靜清晨，探訪206星街、百年老街，沉澱着時光韻味。第11日，駛入童話世界和木村，白華林與木屋構成秋日詩篇。沿途邂逅中國最大白華林，金黃樹海美得令人窒息。第12日，漫遊喀納斯秘境，碧綠湖水同彩林交織成上帝調色盤。第13日，登觀魚台見證晨霧散盡，喀納斯全景盡收眼底。第14日，驚豔五彩灘嘅丹霞地貌，彷彿大地打翻調色盤。第15日，探訪西王母瑤池，天山天池雪山環抱如仙境幻境。落塔烏魯木齊希爾頓，細數旅程美好記憶。第16、17日，返程繼續享受列車專享服務，限定酒水暢飲至微醺。敬請行李管家加 VIP 通道，將奢華體驗進行到底。趣味假期成都號專列全景南北疆極致之旅，國泰航空甄選航線專享全程奢華禮遇，僅此一團，僅限18席尊貴嘉賓。2026年9月13號準時出發，立即預約屬於你嘅史詩級旅程。